係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我哋世紀21羽田地產為大家介紹呢個位於太和站鄰近嘅太湖花園，單位嘅實用面積係452尺。我哋睇下個內容啦，係2房2廳嘅設計，飯廳、客廳分明。咁單位係望山景嘅，相當開揚。我睇下個廚房、洗衣機、雪櫃、煮食爐、櫥櫃。我哋睇下房間，房間係相當見使嘅，衣櫃位、係單邊嘅單位，相當光猛。我哋睇下洗手間，用企缸嘅設計。如果大家有興趣、有時間嘅話，俾電話我哋咧，可以約我哋睇樓嘅。多謝晒。